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5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0篇，创世纪18章第1节到第8节，路加福音14章12节到1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宴请。人真介意这种礼貌上的往来。特别是伫丧事喜事的顶悬，无论是红包啦、白包啦，拢会听到人咧问啦，这行情是偌济啦，嘛会听到真侪人会回应讲爱看交情啦，这等于就无回答。不过呢，这就是咱一般社交顶悬无成文的一个规定，却毋是一定是的规定啦，捌听人讲过，有人分享某一个人的厝里有喜事啦，结果听到新人的迄个老爸母伫咧事后咧讨论时阵呢，对伫这个包礼送礼因有一寡特别的要求，因着一个一个安尼晓起来唱因的名。检查因包偌济钱甚至可以讲以前我拢包偌济，竟然即摆包到遮少来回礼安尼这是人的常情，就是社交礼仪一种惯例啦这当然有期待，都有失望啦但是基督徒咧，伫创世纪18章第1节到第8节，记载着一个真特别，就是亚伯兰伊看见3个人客行挖掘伊的这个长病，看起来照圣经的记载，这3个应该毋是亚伯兰的朋友伊嘛应该毋捌因啦。但是咱对圣经记载看见亚伯兰却是真热情来招待因。并且邀请因进入伫厝里的一个宴席。圣经讲，上主伫万里的上秋遐对亚伯拉罕显现。迄时日长热，亚伯拉罕坐伫布片的入口。亚伯拉罕仰头注意看到3个人对面安尼伫徛，一个看到就对布片口去迎接因。趴伫涂骹对因讲：“我的主，若无气嫌，请踮遮小歇一下，请踮树骹歇困，等我摕一寡水互恁洗骹，摕淡薄饼互恁加添元气，后来则搁继续行。”因既然来到恁既然来到仆人遮，请接受我的款待。因讲照你讲的去做。亚伯拉罕赶紧入去布片，甲撒拉讲：“你赶紧准备3斗的幼米粉做饼。”亚伯拉罕搁走去牛群遐，牵一只正搁好的牛交互少年仆人赶紧去准备。亚伯拉罕搁摕起司。牛铃甲料理好的牛仔来，摆伫3个人的面前，家己伫树骹甲因伺候，因就食。对于经文的记载来看，亚伯拉罕并无期待会通得到什么款的回礼伊只有真单纯、真热切来招呼因，并且用真青草的盛宴来款待因。耶稣对伫宴请有一真特别的教导。伊伫路加福音14章12节到14节的经文记载提到讲，然后耶稣嘛甲伊的主人请伊的主人讲：“你请人食中昼顿还是暗顿的时？”毋通请你的朋友、兄弟、亲族好野的厝边，则免你因甲你请倒转，你煞受因报答。你请人客一时，宁可请散车人、行动无方便的人、歹脚的人、失明的人，
安尼你一定会受祝福，因为因袂当甲你报答。第二人搁活的时，上帝会甲你报答。耶稣基督讲到宴请，伊讲千万毋通期待回请吼，你礼尚来往来吼，当宴请遐比你搁较欠缺无有能力回请你的人，安尼上帝天顶的上帝就必定会亲自来报答你吼。诗篇30篇上主讲，我要尊你最大。上主啊，我要尊你最大，因为你有提拔我，无互我会对敌对我看口。上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求求你，你有医好我。上主啊，你对阴府甲我救出来，你互我活地，免日日望空人。上主圣的子民啊，恁着唱歌学乐伊，称赞伊的圣名，伊的受气只有一时仔久。伊会稳定到一世人，虽然规暝有低考，天一个光就有欢喜。伫我顺利的时，我要讲，我永远袂动摇。上主啊，你施恩，互我亲像山徛在在，你面越走毋看我，我就惊吓。上主啊，我求求你，我对上主求怜悯，讲我死入梦，有啥利益？讨粉减会称赞你，减会保养你的信息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，怜悯我。上主啊，求你帮赞我。你有将我的低头变做跳舞，将我的满衫脱起来，用欢喜最大甲我下。安尼我的心神就袂点点，会唱歌称赞你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！我要永远感谢你，感谢主，互阮有能力来帮助人，求主帮助阮，毋通用心存着这个等待人回应回请的心态，甘心乐意来为着需要的人摆设宴请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